欧洲领袖去拜访白宫，确定安排美、俄、欧三方会谈，不过川普并无回应美国敢会去乌克兰慰安。中华用功少年展望学会，互人投诉有不当体罚的行为，社会处认定管教不当，罚3万块，嘛停止相关的补助。兵团指出，台湾性教育还阁需要加强，批评教育部性教学指引手册教材不适当，拢以无尊重的方式来去停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头期先要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的，就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参欧洲各国领袖去拜访这白宫，总算和美国、罗西亚甲乌克兰会当三方会谈。也那川普是表示讲会来主办会议，和罗欧元首先谈判，再搁加入这个讨论，三方做伙来敲切。详细进行，咱交予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美国总统川普今日是伫白宫迎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含其他7位，包括欧盟、北约、法国、德国等欧洲的领导者。川普含泽伦斯基是两个人先两边谈判了后，刷落来才加入其他的来宾。进行一个和平的会议，这个会议顶悬是欧洲各国拢赞声支持乌克兰来争取这个安全保障。那这个安全保障是伫顶礼拜五，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伫阿拉斯加有答应要来安排这个安全保障。那这个会议结束了后，川普就公布讲，伊成功来争取到美国、罗西亚含乌克兰三边的这个会议。伊讲这个会议是伊伫甲普丁讨论了后，即马普丁含泽伦斯基拢答应讲要来见面。两个人见面了后，这川普刷落来会加入进行做成一个三边的会议。这个会议伊是也未讲地点含时间未伫倒位。不过伫今仔日大家是想到讲，今年6个月以前，就是今年的2月时阵。这个泽伦斯基来到白宫是含川普来冤家，嘛，因安尼今仔日咱是看到7位这个欧洲的领导者来甲泽伦斯基赞声，来帮助伊来向美国争取这个安全保障，嘛成功安排到这个美国、罗西亚含乌克兰的三边会议。即马看起来是有可能，这个俄罗斯含罗西亚的战争是距离这个战争结束搁进一步。以上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伫美国白宫的报道。咱即马是看到这川普甲乌克兰、欧洲的领袖见面了后呢，总算开始要来安排，互罗欧双方会使当面来敲切停火的协议。普丁也同意会伫个2礼拜以内会当来会面。也毋过即马针对着敢会派美军去乌克兰来确保安全，这点川普并无正面的回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穿黑色西装赴约，来到白宫甲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这场会面甲2个月前来比，就紧张的会议气氛相对较和谐。President Zelensky, you look fabulous in that suit. I said the same thing. Yeah, you look good. I said the same thing. Yeah, looks good on I you. said the one that attacked you last time. See, now I remember that. Yeah, I apologize to you. Let's keep. And in the same suit. You see, I changed. You are not. 川普伫顶礼拜甲罗西亚总统普丁会面了后，专向呼吁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伊表示，就算战争进行，也会当推动和平协议。All of us would obviously prefer an immediate ceasefire while we work on a lasting peace, and maybe something like that could happen. As of this moment, it's not happening. But I believe a peace agreement at the end of all of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very attainable, and it can be done in the near future. 随后，川普也甲多位欧洲领袖举行峰会，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梅尔兹、英国首相斯凯尔、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参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领袖聚焦安全保障，马克龙是呼吁美罗欧甲欧洲举行4方峰会。I think as a follow-up, we would need probably a quadrilateral meeting because when we speak about security guarantees, we speak about the whole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And your indication of security guarantees, of some sort of Article 5 style guarantees, fits with what we've been doing with 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which we started some months ago. 川普把中断会议甲普丁通话，讨论安排美罗欧峰会。会议结束了后，川普也发文透露，普丁已经同意2礼拜来举行会面，会开始安排普丁甲泽伦斯基伫定定地点就结束战争展开会谈。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напевно, будуть розшиватись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і буде все більше і більше деталей, і так як все це буде на папері,
якимось чином формалізовано найближчий тиждень, 10 днів, як я вам і сказав.川普也表示，预料罗西亚真紧就会释放就这名乌克兰俘虏。也毋过面对记者提问，敢是派美军到乌克兰确保当地安全，川普并无正面回答，只讲并无排除这种可能性，显示出伊的立场已经有所转变。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另外，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去访问印度，今仔日会甲总理莫迪来见面，讨论中印这边界问题。也毋过，伫中国大使馆外口呢，所有西藏独立运动团体的抗议，要求爱来讨论西藏的问题。印度新德里中国大使馆外口有一名西藏独立运动人士伫咧抗议，引举西藏的旗仔，大声喊自由西藏的口号，指控中国伫咧西藏进行文化灭绝的政策，要求来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爱讨论西藏的问题。We maintained peace and tranquility in the border areas and resumed the Indian pilgrimage to the Mount Garampochi and Lake Makayontso in the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We showed them up confidence to dispel interference, expand cooperation. 这是中国外交部长让3年了，国访问印度。一般认为，王毅这次若是要替8月底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中国铺路，同时也以中印边境问题特别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遍会晤，19会见莫迪。Thi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 basis for any positive momentum in our ties is the ability to jointly maintain peace and tranquility in the border areas. It is also essential that the de-escalation process move forward. 苏杰先讲，自2020年两国的边界发生致命冲突以来，双方铁会聚集伫咧喜马拉雅山，正义边境的军队也正重要。另外，伫面对着美国对印度采取高价的天发性关税政策，印度甲中国也传讲正伫咧参详重新启动已经暂停超过5年的边境贸易，讨论经由边境指定的地点重新启动贸易，因为贸易也无做，主要目的是要改善双方住伫咧边境的民众因的生活，也个商品流通。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再来看一桩交通事故，这是发生伫桃园市大园区滨海路3段，今仔日早起呢是来发生一件这死亡的车祸。这是一个76岁的老阿嬷，和一台连接车甲交过。警消人员到场的时阵，这人已经明显死亡，详细的原因即马是还阁需要调查。救护车赶去事故的现场，不过掉伫咧车下底一个76岁姓詹的福建人已经明显死亡。我打电话给我，他说看到人躺在车下，他被拧过去这样。他有习惯都会收那个回收啊，因为这边很多商家嘛，都会有一些保特瓶啊、一些纸器啊，他都会收。这件死亡车祸发生伫咧19早起7点半，一个42岁姓林的查甫人，驶连接啦伫咧大园区滨海路3段407巷的巷仔口咧等车红灯，变车灯了后要起步，哪像无注意到车头前的情形，甲当要过车路的这个姓詹的福建人撞到。了后，驾落车下底，当场死亡。与绿灯起步时未注意车前状况，撞上过马路之真姓妇人，导致真姓妇人卷入车底，现场明显死亡。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随去现场处理。这个姓林的驾驶酒测单是0，详细事故的原因要进一步厘清。目前专案警方讯后以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桩交通意外呢，是昨昏在桃园龟山的一台沙石车去弄到公车，害这台公车转去弄到变电箱，造成596户失电。这桩车祸呢，包括这个公车的乘客在内有9个人轻伤，嘛因为这驾驶是无驾照，所以即马事故原因还阁需要调查。今日去翕到一台601线桃园客运公车停靠准备上路去，向后壁的沙石车挡车袂赴，弄到公车倒后边，公车好弄一个去冲撞路边的台电变电箱了后停落来，沙石车另外一边去压到内边车道，另外一台拖车。车祸是伫18早起11点半发生的，地点伫桃园市龟山区万寿路甲台东路口，甲要造成3个驾驶也甲公车顶6个乘客受伤。上下乘客突然就被一个很大力量往前撞，然后就撞到旁边了。那乘客有人表示不舒服，已经送医了。
刷着车司机敢若讲无注意到，9个受伤的拢是轻伤，分别送3间病院救治，暗过公车严重受损，驾驶座边仔的车窗拢经喷甲飞出去，头前挡风玻璃嘛碎甲敢若蜘蛛网，因为车祸弄到的台电变电箱，规个飞起来，地区周边店面停电，枪点嘛失灵。满身大汗的，边箱东西都会坏掉啊。生意也没办法做。哎，对，铁门都拉不下来了。他们那个公车撞下来之后，变电箱受损蛮严重的，所以大概刚刚台电有说，大概预估会有500户左右，会受停电影响。警方到场协助交通疏导，各通知台电甲拖吊车到场处理。初步调查，沙石车甲公车驾驶拢无饮酒，肇事原因爱搁查。肇事具体原因，警方已着手调查，初步确认双方驾驶均无酒驾情形。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厘清。台电表示，因为供电设备受损，造成鼓山区万寿路、延吉街、永和街、光丰路这块咧，拢总596户停电。台电已经派员积极抢修，让停电的用户暗时会当有电通用。记者采访报道。这高雄的计程车是用一个号做太阳神牌子的跳表系统，也毋过呢，这2天啊，所有人发现讲这跳表的时间是走转去2006年，而且费率也俗2成，也就是讲这运将呢愈走颠倒是愈了钱。也若司机是讲这主要是系统的问题，毋过排队维修是正了时间的代志。这2天减赚的钱，毋知影要找啥物人来讨。对高雄781一路西对复兴一路过来，沿路拢是排队等要调表的计程车，因为太阳神跳表系统自17开始出现无正常，时间甲费率向走转去2006年。运将走一抓了一抓，拢赶紧走来找厂商调整。不过，这阵高雄市的经销商剩3间，这几天伫遮自早甲暗拢是排队的计程车。有运将讲调表10分钟，不过排队就要几点钟。我想讲要来啊，不过车足多啊，无法度啊，所以就靠慢下来啊，慢2天啊，安尼啊，系啊。啊，你这几天敢有走车？啊，就无走啊，我走一抓了一抓。对礼拜开始暗时啊，然后对10点多晚上10点多，做到早上5点多。一台大概爱开偌济？差不多，如果说简单的话啦，差不多伫5分钟至10分钟，嘿。经销商表示，这摆出问题是1台甲2台系统，公司有提供维修的软体，只要电源就会当解决。但因为要调表爱等，有运将敲电话要联络跳表系统的业者，拢找无人。这几天减碳的加开的要找商讨，因此向高雄市计程车商业同业工会来管境。工会表示，因有联络到业者，目前会先赶紧把系统恢复好势，后续会协助司机要求补偿。各车行把所有的资讯汇整齐全之后送到工会，工会商业同业工会这边会集体帮他们争取他们的权益，包含他们的营业损失、少收费用的部分。经销商表示，跳表系统无正常，是全国使用这套系统的计程车拢受影响。目前高雄市受影响的车辆数也无法度估计，不过敢若昨一天，一间店就换400-500台。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雄场报道。警政署发现讲，这囡仔人也是讲青少年去防诈骗的人数呢，8天以来是增加3倍遐尔济。这诈骗集团是利用手机的这个游戏，甲因拐钱，甚至是吸收这的囡仔来做共犯。教育部是强调讲，会继续和警政署来合作，互儿童、青少年对诈骗会当提高警觉。全新的算手机游戏，爱甲朋友同齐对战享乐期间，未少儿童少年会算手机游戏消磨时间，也会甲朋友联络感情。不过有心人士也会利用手机游戏对儿小做钓鱼诈财，严重也个会所谓性剥削。就故意想说你好强哦，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些东西啊？我那个时候就说，我那个时候就直接把他禁了。如果别人叫我做别的坏事，我就说你怎么不自己去做，要叫我做。小弟特别拄到手游诈骗，我甲在伊真更加无方便。根据统计，儿小早期按类型以网络拍卖上济，基础是买物件，游戏点数早起。自清社刚发现，儿小一无细腻，就较会伫网络上拄到骗讲，加介绍代买游戏点数的骗财诈骗，还是意欲式公告诈骗。国中生、高中生的孩子，他们面临到是升学或者是学习上的挫折，那教育的部分也会面临到可能一些人际的问题，我们会吸收这样的孩子。甚至我们有听过，就是有直接到门口去堵人的。根据警政署统计，105年防诈骗绩效人数是863人，也无到113年度人数缩缓3倍，其中超过9成9 12到18岁少年，甚至也有绩效为被害人变作车手，加做诈骗共犯。
你在玩这个网络游戏的时候呢，你本身就是要一个概念哦，这个网络上任何的一个有可能都是在要骗取你的一个个资啊，就是说你那些族群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自我防卫的一个认知啊。对这个情况，审计部制作的总决算审核报告，呼吁教育部等单位运用在野营等方式宣传绩效，防止诈骗。对此，教育部强调，会继续甲警政署合作，加强防治辅导、加宣导，强化绩效反诈意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在澳洲南部火烧山的灾情是真严重，即嘛包括着西班牙、葡萄牙是拢真正力。西班牙气象局是指出讲，这波烧影呢会持续16天，温度会升到45度遐尔悬，即嘛就连真出名的朝圣之路嘛暂时甲封起来啊。伫山林内面的大火炭烧的速度真紧，火一挖过来，规丛树仔就着火。看火是愈烧愈晚，接近饲狗的厝，不断警方赶来救狗。一群狗欢喜摇着尾溜，顺利走出火场。不过南澳野火情势是无啥乐观，像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夜头拢看袂到哪天，规个拢烟雾茫茫。规粒山的树仔草拢烧甲乌扫搭，著名的朝圣之路有一寡路段，怎么拢已经封起来。Una cosa terrible para la población. Los peregrinos pueden regresar a casa si es problema. 每年热天，拢有上万的人来行这条古老的圣雅各之路。即马所因为野火一寡路封起来，西班牙官方讲，自6月到今已经有27个人因为涉嫌放火被逮捕，也有92个人伫咧调查。但是主要原因也是天气热加极端气候，和扩散严重，火才会炭遮紧。Con los datos actuales, acabará hoy, lunes 18 de agosto, lo cual son buenas noticias, y con los 16 días de duración constituye la tercera ola de mayor duración desde que tenemos registros, que los comenzamos en 1975. 伫西班牙野火至少造成7个人死亡，拜6的温度不过甲摄氏45度。不过野火威胁就伫咧眼前，民众等袂赴人救，家己甲一寡炖的物件甲草啊清清气，莫互火烧着因的厝。Estamos viviendo ya hace 4 días porque está todo a nuestro alrededor. Y entonces esto nos fastidia, llevamos 4 noches sin dormir y muy mal lo estamos pasando. 28年的手机用这种特别的药啊，替迄款烧烫伤的马鞍罗瓦药啊。这边野火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正大影响。虽然热天气就即要结束啊，不过民众清理工园的工作才即要开始。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天气的消息，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好天，那恒春半岛受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过到在各地嘛有雷公雨的情形。另外，伫台湾东边海边的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气象署是判断讲这是无增强的这个趋势，敢会正做是今年第12号的风台，这是要搁爱观察。以最新的大气状况判断，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它未来要发展成台风的几率明显降低。这一周温度炎热，我们预估的温度预报在北部大约是35度、36度左右，中南部34、5度，整个东南部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地区都在32度上下。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的平地以及花东纵谷可能会出现局部的高温。那目前这太平洋热带性低气压 TD15号，这气象署是表示讲，伊伫咧台北东南边的500多公里的所在，即卖呢是1点钟18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边咧走，未来敢会正做是轻度风台，这嘛是要搁爱观察的。另外来关心的，就是台北捷运这车厢内底呢，今仔日早起熊熊导烟的庆烟，原来这是一个旅客伊的手机啊所引起的。捷运公司是引导这个旅客赶紧落车来处理，加载是无影响到营运。也那台北捷运是呼吁这民众要爱注意这随身的物件，避免影响到公共的安全。那准因为这手机啊导火去影响到列车，安尼可能会犯公共危险罪。旅客记录早起7点11分8节淡水圣基线这台列车经过明环西路站了后，车厢内开始庆烟，大家开始向公道走，到后一站相连，真侪人走落车，也看到一位乘客摕烧草尾带的手机。旅客表示，到相连站了后，就有这份警官提备火器来拍火。味道闻到应该就会
警觉一点。车厢门旁边都会有那个紧急呼叫钮，我就可能会去按那个，然后都先跟车长讲一下这样的状况。台北捷运说明，这台油箱连站往象山方向的列车伫第一时间有旅客持对讲机反映车厢来源，情况中心随即是站长去处理，确定是一名大约50岁男性旅客，手机称烟已经在落车，搁使用灭火器拍花，无延误。确认为一名旅客手机冒烟，经引导旅客下车，并使用灭火器扑灭，系统营运正常。台北捷运表示，目前电联车每10车厢到柜台拢有灭火器，若发生火警，旅客会当摕来用。可呼吁旅客使用电子产品，爱证明商标检验标识，避免碰起来、破损、摔掉架。若将电脑使用，若因为手机家己导火，影响行车运转，影响公共安全，严重者会当依照刑法第184条公共危险罪论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同款是安全的议题，进前呢有网红是去到新北市10分老街的铁基路来放天顶，结果呢煞互检举罚1万块。这铁道局是讲呢，这人含车其实拢是禁止入去铁基路的范围，若准走入去铁基路来放天顶，也是翕相，安尼上当是会罚到5万块。来到新北市的10分老街，唔但会当近距离看到怀旧铁基路，也会当放天顶。这个就是风景区，未少国内外旅客前往，也毋过爱注意啊。那你放天顶的地点是徛伫铁基路顶，无说离，唔但是触发，也可能互开罚。就是他的店家叫我们叫这里就 OK， 我们就是跟着他说。但是我也感觉，如果进去，可能也会有一点危险。真的，可是那个店家不都叫你？他都把你带到那边放更安全的地方放，应该定一个区域出来放，而不是在铁轨上面放。顶日就有路旅游频道的网青去10分老街的铁基路放电厅翕影片，事后所互检举，互以违反铁路法开罚新台票1万。网青事后发布回失的影片，承认做无好示范，已经深刻反省，呼吁大家若放天顶爱说离放的地点，唔通触罚。可是我从头到尾不是我们主动要去站在那边，因为如果你有来放天灯，假日的时候你就知道，全部都是人。他叫你在这边写，他叫你去那边付钱，完了他叫你站在哪里，而且速度的时间非常快。影片曝光，唔但引起网友讨论。新北市府表示，这会当伫许可区域放天灯，违反规定会当处3000块以下罚金。铁道局表示，铁路法第57条明定，行人甲车辆禁止侵入铁路路线范围，尤其伫边溪顶铁基路放天灯，也是翕相已经违反铁路法。有关立地法定观光，也是其他特殊需求，可能建议修正铁路法条文部分。铁道局甲交通部建议中，开放的范围也是时段也爱铁路机构建立相关安全配套。兼顾行车安全甲地方观光需求。之前也是有来划过了，一般的话都划店家比较好啊。那对我们一般店家的话会更好啊，大家就比较安心了啊。所以怎样子让它兼具2个用途？刚好透过这个议题可以去做这一步的处理了。过去也有外国游客到新北边去耍，所亲像因为翕相侵入铁基路，唔那互代替列车弄掉，也个因为违反铁路法方采取。安全变观光，也个会当兼顾铁路行车安全，相关单位恐也着爱讨论研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教育部有发行这中学全面性教学的指引手册，也毋过呢，所有民间团体指出讲，这份手册内容真侪拢是以戏人，也是讲滚耍笑的方式来去呈现，甚至嘛欠这个应用这个科学实证的素材等等。所以要求教育部莫阁用这份教学指引，希望伫个开学进前会当提出修正的版本。进前金门争议导令课纲引起社会讨论，互真侪家长烦恼讲台湾的性教育出问题。有民团拜二召开记者会，指出教育部伫今年6月份发行的中学全面性教学指引手册，内容出现大量的性暗示教材，内容无妥当，恐惊互台湾的性教育倒退路。阴茎这个部分的教学，它整体的这个语言设计，它充满了性暗示的双关语跟戏谑的口吻哦。比如说像这个“此处虽是彼大营”。各位非是必胜客哈，那滴不进是你软，滴在外是你短哦，等等这样的一个戏谑的这个词句。原底教育部做这份中学全面性教学指引手册，是希望用来引导学生了解家己尊重别人，落实性教育。不过民团指出，这份指引有10项大问题，包括鼓励性探索去取代风险管理，嘛引用欠缺科学实证的素材等等，而且教学内容有真侪拢是以戏人讲耍笑的方式去呈现，民团认为真无妥当。在单元5的流行性文化里面，它引用了这个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
这一首歌，而且要学，他是在课堂上要去播放这首歌的这个影片。民团要求教育部在开学9月份之前提出修正的版本，因为教育部是讲会伫咧教学指引内容呈现这款负面的教材，是希望老师伫咧教学生的时，会当运用现代资讯来协助学生了解性别美思，培养辨识的能力。记者台选曾俊佑台北报道。行政院体检地方政府一般性补助款的这院长杜永泰今仔日是去到立法院来专案报告。伊表示讲，行政院顶礼拜已经有提出878亿的追加预算，希望会当正做是解决的方案，也希望这立法院会当支持，赶紧来审议通过。现在立法院要行政院自行调整，就没有啊？提案单那几个，连白纸黑字的东西，你都可以在这边硬凹。民众党团总召集人吴国昌质询行政院长杜永泰，两个人对行政院提地方的补助款有争议，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杜永泰表示，行政院顶礼拜已经提出追加预算，会当正做中央甲地方政府的解放，希望立法院支持。恳请立法院能够支持这一项追加预算，如此而来，解了中央各部会在预算执行上的困难，也我们会如实的、全数的。让地方政府不会因为这样的困难，财政结构发生任何执行上的难处。不过，杜永泰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备询，时间敢是无偌久啊？因为最近一直有风声讲内阁要改组，台北市长周万安建议，罗总统应该找合适的董事长董子贤来组内阁。总统会考虑找童子贤组阁吗？总统最快825改组吗？相信在台北市，推荐阁揆人选不会是市政的优先。那无论总统或者市长，在自己的岗位上把事情做好，才是全民之福。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人士确认的话，也会跟国人来进行说明。董子贤讲，这方面伊无熟手，内阁人事是总统职权，不应该黑白评论。像是嘛肯定杜永泰在国内外压力真大的情形之下是真辛苦。民主社会各种意见都可以表达，好不好？但同时间是不是应该由国人做决定？不管谁留任、谁去任、谁来补任，都要能够是一级的战力，都要能够回应民意、回应社会。根据了解，8月23了后，内阁确实会有部分的改组。民进党立委讲，上界重要的是改组了后，会当提出让大家拢感受会到有改善的政策。希望新的人事开始碰了后，会当真紧着手。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在台南市议会临时会呢，有哪力议员是表示讲，应该甲加扣的税金，也阁有交通罚款，拢甲退出来，变作是普发现金给市民。算算咧，一个台南市民呢，是会使领800至1000块。也毋过，这民间的意见煞无啥共款，有人是建议讲，这个钱应该就爱摕来治水，也是防灾等等。也那台南市府是表示讲，会阁斟酌来考虑。中央目前已经决定要普发1万块啊！台南市议会18开临时会，民进党议员临时动议提案，主张市府嘛通甲超收税额、甲交通违规罚款，以现金普发的方式幸福市民。那也部分议员赞下支持。编列预算的时候，其实常常就把税入编少了。好，那其实这样会对未来政府在执行财政上面效果不彰，所以也藉由这样的议题，让政府知道说未来编列的时候要更精准。在咱财政袂歹情之下。一旦加发落百姓，苦民所苦，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主张啦吼。阮支持民党法。这个提案所指的财源是包括地方的房屋税、地价税等超收税额有8.17亿，加上超收交通违规罚款4.7亿，拢总13亿。照台南有186万人口来算，每一人平均通领800块。国民党有议员建议直接普发1000块，冇人反对这款做法。高丽菜就要300多块了，你说给800块，我不认同啦。我认为钱要集中在一起。集中在一起呢，赶快帮这一些呢灾民重建家园。是要不要发？我觉得还是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好，那我们才会在最后做最后的决定。不是说现在已经答应要发了，因为这知识体大，而且对于财政影响财政的冲击非常的大。地震台南市丰泰省等溪北地区，目前也有真侪灾区等咧中建阶段，有民间团体庇守普发现金这个做法，建议钱用伫治水甲洪灾顶管。那我们这些西北的，比如说治水的建设经费要从哪边来呢？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市政府或市议会可不可以优先
先把我们的预算跟经费花在刀口上。这个破坏现金提案，市议会已经通过，特别发一千，估计上无爱18亿，已经超过店市府现有超收的财源。黄伟提回应，尊重议会决定，市府会搁斟酌考虑，若有影要发，会伫9月2日定期大会进前提出完整报告。记者苏大南采访报道。另外来看，这前台南市议长郭信良呢是牵涉到供电弊案，伊是找中人来甲倒收乌西900万，检方是来约谈4个人厘清案情。另外，同款是牵涉到官司的嘉义市议员戴玲，伊是涉嫌诈领助理费11档，判刑5档半，今仔日已经开始执行。讲入供电弊案，前台南市议长郭信良和高雄桥头地检署来约谈。经过新闻了后，以30万交保，且对桥头地检署的地下室离开。这是今年4月的画面。同款同约谈的，还有3地集团现政的董事长丁人。其实他现在辛苦了，我们只是来配合调查而已。检方无排除郭信良是涉嫌找公山营造细组的负责人做白手录啊，甲业诈收乌钱900万。嘛发现台南有供电案场是技术偷带大量废弃物。19个约谈郭信良和细政的负责人等4个人。根据掌握，郭信良人已经伫高雄公山营造公司的员工是正式有检调来公司，其他无愿意加讲。任何的审查案件，若资料不齐或者是不符，退回补正都是正常的程序。那本案呢已经进入司法调查，市府呢会全力的配合调查。再去来到郭信良的徛家，市电铃无人用，手机也嘛关机。台南市政府嘛强调，这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会全力来配合调查，尊重检调单位的侦办结果。另外一件嘉义市武党籍议员戴玲诈领助理费的案件，嘛要伫19法院执行。戴玲是涉嫌当11年的时间，拢在诈领助理费，判5年半确定。本地爱到嘉义地检署来报道，煞无看的人，原来伊走去台中地检署报道。那本署不予准许。今日上午10时许，戴宁并没有到本署到案，却于10点10分左右到台中地检署报到。戴玲捌向检方提出去台中报道的请求，互驳回，但是19嘛是选去台中地检署来报道。台中地检署帮助嘉义地检署，甲戴玲送去台中女子监狱来服刑。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调查署中科公投这礼拜六特别来投票啊！这反对中科学者是表示讲，其实后山厂区内底呢是有这活动的动残，而且这厂内基础嘛已经真久啊，实在是无适合搁再继续甲放落去。那这支持的代表何氏的董事长董祖贤，伊是强调讲，这台湾即马是真需要合理的电费，所以呼吁民众爱投同意票。叶山中科公投8月23日进行投开票，来自全国900个学校系所，超过450位学者发起联署声明，提出7项反对叶山中科理由。佮表示，活动短暂经过叶山厂区，基础老化真歹确保平安，爱极力争取无同意票。如果将来在一个大地震之下，造成底下的这河岛区附近底下的地形的地质的岩层的变形破坏，将来是一个造山的区域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反对叶山中科的学者认为，中科领导会产生更较侪万年协会，坐路减损无符合经济效益等影响。更较强调空污解决方法并无伫中科核电。另外一边公投正方代表何小董事长董祖贤19强调，台湾需要继续合理的电，呼吁民众投支持叶山中科的同意票。那台湾需要电，台湾需要好品质的电啊。台湾需要继续合理会用照顾咱民生甲产业的电。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针对核能议题，叶安会已经启动需要的定数，家己尊重公投结果，更加相信科学经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台湾对顶关税20%，搁再贴原本的税率去，其实对这科技产业是受到真大的考验。鸿海董事长刘永伟是表示讲，目前的受25%的会员会受到影响，所以当咧考虑要伫美国，也是讲其他的国家来设科航园区。专家就来回示讲，这企业呢刷出台湾是难免的代志，也毋过可能干那中型的厂商才有机会安尼做。因应景气无好，美国关税阁有代票上大的影响。台湾车床大厂量德科技最近宣布，会对22这礼拜5开始，到礼拜5改做公司固定的休假日，按算是3个月了后，才阁看订单的状况做调整。关税跟汇率的2个双重的夹击下，目前呢大概就是像那个工具机、
模具、塑胶制品、自行车这些产业呢，在未来的经营环境，恐怕呢，到时候会有很多家工具机业者呢，周休3日，甚至周休4日。美国的关税政策影响台湾经济产业链，以科技业来讲，要面对关税20%加 N。半导体关税阁有232条款，鸿海董事长甲电工会理事长刘永伟进前出席理监事会表示，有200个会员受到影响，希望会当甲政府合作，评估到美国、墨西哥等地区设科学园区，协助受影响的厂商。专家分析讲，未来企业定着有一波造锤趋势，但是考虑到美国人力的成本真悬，中型的企业阁会较慢，小型的企业恐惊真歹负担。跟美国政府争取所谓的保税专区，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里面的所有的进出口，其实都可以有免税的优惠，这样子才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成本。为了协助台湾中小企业应对美国的关税，经济部研究提悬研发补助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升级转型，该扩大国际顶柜展示规模，希望会当把产品推销出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一种外来种的四脚啊，叫做亚洲金瓜，这是真高生态。伫咧南投这几冬内嘛，愈来愈侪啊。那这叫声是真大声，佮威胁到本土的生态。所以南投县府是组织一批清除小组，希望会当赶紧把这个亚洲金瓜甲掠起来。外来种亚洲金瓜，这款四脚的叫声就亲像牛。南投县政府陆续接到民众的通报案例。农业处组成社区亚洲金瓜刷毒小队要来防治，有志刚讲掠亚洲金瓜正看运气，有时阵3点钟才掠2只尔，鼓励一般民众挂手套斗掠。尤其人静静的时阵，叫伊超过70个分贝吼，会影响到人的安宁。民众通报了，我若去到遐，只有会看无啦，所以我嘛希望讲民众若法度掠先甲掠起来。亚洲金瓜定拢伫暗时活动，尤其落雨天，搁较会走出来。即个上济会当生25000粒卵，而且摊活6年。南投市社区亚洲金瓜清除小队，这个月甲单出勤8届，掠超过20只，按算的执行到10月底。一次生出来的卵大概有8000颗到25000颗，所以而且它成蛙之后，造成我们本土的蛙类生存空间被压缩。农业处就惊长期落来亚洲金瓜大量生态，会危害到台湾本土的生态。呼吁民众若发现这款外来种，会当打1999专线通报。农业处希望靠政府、社区之间甲民众做伙努力，赶紧清除亚洲金瓜。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会是伫咧南马地来放烟火，在地保育团体所发现讲，这放烟火的噪音会甲一寡野鸟甲行互走，这是影响到生态环境，所以呼吁乡公所和县政府唔通伫咧南马地来办类似的活动。8月11暗时啊，国家级的南地地上大坡地的热气球光雕烟火表演。伫放烟火的时阵，在地保育团体记录到有规定的野鸟，因为拍到惊全飞走。地上青年飞到工作站，十到公布这2年大坡地举办热气球光雕烟火表演。因的调查发现讲，2024年活动了后的24点钟，当咧环视路口的野鸟减少15%。2025年因为烟火放的地点有缩较后壁100公尺，影响有较细，减6.7%。遐若亚科的鸟类，2024年减30%，不过2025年却是明显减50%。虽然烟火表演会成观光的人阵，不过野生动物煞大因为安尼，古不离种离开家园。保育人士呼吁，唔通搁去咱地放烟火。确实长期缺乏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跟调查结果。那这次透过跟池上乡亲合作的调查结果来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趋势，也是蛮好的。县府举办的热气球嘉年华会，目前累计已经有54万外人来参加。伫上乡每一年拢会争取伫咧大坡地举办光雕烟火的表演，请济游客来看。不过即马对生态明显有影响。乡公所讲，明年袂阁放烟火，或者是换所在。我们有1年的时间，我们会重新来思考，也来重新拟议一下，是否有其他的活动可以代替烟火。县府表示，热气球光雕烟火的表演是由各乡镇提出计划来争取。每年伫上乡会提出更较友善环境的规划，嘛会尊重地方。另外，嘛会请各乡镇伫咧争取活动的时阵，嘛会甲对生态环境冲击的调查包括在内。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在中原普渡就咧要到啊，伫个宜兰的县政府是来推出环保拜拜的政策，包括着超市、龙鱼会等等，拢总是有271沓会当代替人收金纸佮送去烧。嘛，因为部分民众呢对这烧金是较有要求，所以县政府顺应信仰，也会请城隍爷去焚化炉来甲净炉。庙头前有插旗仔，表明是代替收纸钱的地点。中元节就要到啊，因为祭拜的需求，收纸钱的量真大。因为安尼，宜兰县府推出环保集团祭拜规套的政策，伫全县市271个收纸钱的地点，集中到焚化炉烧。民众只要用手机扫 QR code， 就知影所有的收纸钱地点有6大连锁的超市、8个龙禧会，还有39间庙。那在农历7月期间呢，可以鼓励大家到代收点来投放纸钱。那我们会统一在焚化炉做集中的焚烧。那我们这一次也请城隍爷来协助派发纸钱。不过，一寡民众烦恼这款代替烧纸钱服务会失去祭拜意义。县府表示，除了7月了后收集的纸钱到焚化炉烧进前，会请城隍爷来净炉兼顾环保甲民俗。若那公寓大楼有集中普渡，也当甲环保局预约。安尼是还好吧，一般讲有没有方便？就是爱干嘛靠环保嘛？对啊。做法度的拢是拢趁济拢用环保局来收的啊。民众最近几年愈来愈接受纸钱集中代替烧的服务，县府也继续推广改良纸钱，亲像推出较薄的纸钱，还是甲经医集合做一张纸，达到减量的效果。民众若有需要，会当向环保局提。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叶落咧要结束，就要开学啊！也毋过呢，花莲县家护中心煞还阁欠6成的助学金，差不多有700个囡仔，即马是还阁咧等待补助，需要社会大众做伙来关心。为着要帮助花莲县需要资助的各个中生来传助学金，花莲县家护中心是特别邀请在地的社团企业做伙参加募款活动。今年是需要摕1240个囡仔来募款要1000万，但募款的进度敢若到4成尔。我们总经费大概需要950万、980万那边，但是截至目前来讲，这个缺口还有6成。那这一个金额，实际上我们就是给这一群孩子们在交通、学习或生活这方面的需要。家护中心表示讲，虽然学费目前是政府来补助，但是生活的开销嘛是造成这需要帮助的较善家的家庭真大的压力。助学金会当替因补关键的这条钱。家护中心在生活上嘛会安排各种课程陪囡仔做伙成长。就是缴学费会比较方便一点，就减轻家庭支出。会很怕他会变坏，还好有家扶中心来辅助我们。有时候他会先跟我们讲说，他们下一个课程是什么，小朋友都会很开心。另外，受资助的学生嘛反映讲，伊捌去兼2份工课，要来传生活费，结果去影响到课业。但是教育局是改变未来的管道，无人想要来休学。大家嘛知影目前景气是真歹，但嘛是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来斗相共，甲囡仔的希望之路点好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中风的患者除了这传统的复健以外，即马也有一种利用吸sau来刺激到大脑的这个治疗方式，会使互中风的人开嘴讲话，甚至是写字。屏东的基督教病院这3个月以来呢，是来治疗20个中风的病人。那病院嘛来提示讲，这中风了后3个月至6个月是康复的黄金期，所以呼吁民众爱量早治疗，来争取到恢复的机会。字写了愈来愈好势，展现性的精神甲活力嘛有较好。展现性伫今年6月时阵中风，原本体力甲精神一天歹过一天，家属伫病医的建议之下，接受中腹经络主刺激系统的治疗方式，活力有豆豆恢复，嘛会使讲一寡简单的语词，甚至是写字的复健，拢有感觉明显的进步。他要讲我们听不懂，他也会很懊恼。他做了2次。他就不坐轮椅，他自己走。另外一位拄到车祸的陈先生，因为脑部的外伤造成偏头痛，去影响到困眠。接受治疗了后，头痛明显减少，语言甲思考功能嘛有提升。屏东基督教病院引入这套中腹经络主刺激治疗系统，算是非侵入性的神经调控技术，经由主场刺激大脑，会使帮助受损的神经恢复功能。每摆治疗时间大约20至30分钟，患者无需要开刀，也无需要住院。院方表示，已经有20个人接受治疗，病况拢有改善。人家进步，我感觉讲袂痛，安尼我就好。好困，
搁情绪控制会调，搁我咧即马咧甲讲伊搁较会理解，听较有，伊咧讲话我也听有啊。做了精准定位之后，针对这个地区，然后反复重复的刺激它，动作方面会进步，语言吞咽各方面它都会进步。这项系统除了对中风的治疗有帮助，也有应用伫帕金森症、阿兹海默症等神经疾病。不过院方提醒，若病人体内有装经啊、金属的物件，就要经过评估了后才会使治疗。伊嘛呼吁中风了的3至6个月内是复原黄金时间，民众若发病爱提早治疗，骨力复健。才有机会，搁恢复行动和语言能力的机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新竹有一间客人中心是针对着身心障碍者来开摄影课，教因利用手机去记录在地景致甲记录，嘛为因来举办摄影展，希望民众会当有机会对身心障碍者的角度来看到无同款的风景。现场正的摄影作品有迄以古法烧做火炭的炭窑，也有迄造船厂有来制船过程。其实这拢是身心障碍朋友的作品。敢若短3个月的时间，新竹一间客人中心19位学员经过摄影老师看教，都法度利用手机翕出美丽的作品。有的放一些木炭可以烧，靠近一点，我们就可以拍越多越好。你觉得拍照难不难？不会，拍到很开心。老师教我们有艺术的感受，是技巧，从前面到后面要有技术，你要拍到最好的样子。有这几道翕相的老师指出，其实这些身心障碍的学员，甲一般人无啥物无同，只要加一寡耐心甲鼓励，因嘛会当翕出真好的作品。多用耐心，然后可以很温柔的示范出正确的，然后带着他拍出好的作品。那其实他会慢慢有累积成就感。其实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都需要被鼓励、被支持。他们开始去观察，他们想把自己心里所传达的一些事情。家人、朋友的生活写照，你能够拍摄出来。在这个拍摄出来之后，他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透过作品对因的角度，重新看到生活的美好甲希望。每一张作品都有无同款的节奏甲色彩，然后民众会当透过作品去感受身心障碍者的世界。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公司台记台年底要来推出全国第一个啦啦队的养成实景节目，也就是菜鸟啊 Nice Play， 让观众会当了解到这啦啦队训练的艰辛苦者，因为因唔乃是唱歌跳舞尔，也着有这棒球的知识甲团队合作的能力。啦啦队的青春舞蹈定期的比赛过程，替选手加油嘛带动全场气氛。这几年台湾的啦啦队文化因为国际比赛受到关注，公司台记台要推出全国第一个啦啦队养成实景节目《菜鸟啊 Nice Play》。经过海选当中，就10个成员参与，其中有成员应过是运动选手。今麦虽然无做选手啊，不过伊毋忘透过角色的转换，改为选手加油。就是为一个动力，会当我阁袂当放弃，因为阁有人在看，我阁爱更加加油。所以我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来参加这啦啦队的原因。就是普通的人嘛，阮毋是啦啦队，但是足多谢节目会当互阮真正做一回啦啦队。为着要让观众对养成的过程了解啦啦队这个工课艰辛苦涩，菜鸟啊 Nice Play 嘛招这帮的5位应援团长做伙来参与节目训练这菜鸟啊，希望让因了解，毋是干那唱歌跳舞尔，佮爱有棒球知识、训练体力，也佮有培养团队合作的能力等等。捌棒球哦，啊你嘛爱对棒球这个运动有热情，所以呢，一般来讲，阮是。大概差不多半冬的时间啦，对啊，所以因足厉害，当伫个2-3个月内底，会当有安尼表现。不是只有在跳舞而已，不是只有在应援而已。我觉得学着团队待人处事，这些最重要的，这在节目里面都会看得到。节目会伫今年底起稿，伫咧实景养成的过程，会对10位选手内底淘汰4位，最后敢若选出6位，会当徛起咧棒球场的乌烟舞台，用台语替选手加油，希望替台湾应援文化注入新能量。记者卢尚书、林晓凯台北报道。
另外，这戏剧歌手 VTuber 呢，其实毋是真正的人，伊同款嘛是真受到欢迎的。日本 VTuber 的经纪公司伫今年2月呢，是伫美国甲因的戏剧歌手来办演唱会，第一届办伫外国，就请4000外人来甲看。这场伫美国洛杉矶的演唱会现场气氛正嗨，详细看台顶的歌手并不是真人，是李子环世界 VTuber 实况主孙美生。虽然不是真人，不过孙美生用正顺的英文甲大咖的观众互动，受欢迎程度是无输乎真人的歌手。这是日本科技公司 Cover 旗下的 VTuber 经纪公司第一遍伫海外办的去年实况主演唱会，有4000外人来参加。开始进前，场内电话粉丝是开甲满，因为外港是 VTuber， 对规身躯的穿衫打扮就看会出来。Of course, gone to normal concerts, and it's great. You love feeling the crowd, but the energy of the people who are in person, and you see this 3D like anime girl absolutely singing and being able to experience that for real. 2016年，日本出第一位 VTuber 是动画游戏甲直播技术合作的结果，用动态捕猎技术塑造虚拟人物，所以肢体动作甲真人正同。虽然不是真人，不过 VTuber 依然正受欢迎，因为伊有人性的一面，包括个性甲人格特质，用好听的声音，搭配生动传神的声线。甲粉丝正密集的互动，展现出明星的特别魅力。My name is Mori Calliope from Hololive English. I am a singer, songwriter, rapper, reaper, and I guess that's the best way to describe myself as a virtual artist. 根据日本的饲料公司QI Research 的调查，伫未来5年 ，VTuber 的产值会增加3倍，到大票455亿。不过对粉丝来讲，市场的竞争代表有更加多元的娱乐选择。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下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2度。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